换来关心医疗暴力的案件，张家人中家病院又讲病人情绪是失去控制，甲这护理师扇嘴皮搁共斩。警方到现场是该随送去地检署侦办。面对这款暴力的行为，受管两个护理团体斗阵发声并谴责，讲这医疗暴力恐惊是会造成护理师愈来愈唔做，呼吁政府都要赶紧修法，加重处罚。佮传出医疗暴力事件，这病人伫家属规划之下，初9早起去家人中经急诊室看医生。病人因为徛袂在护理师主动向前关心的时阵，先被到互病人扇嘴皮。现场其他人想要阻止，病人佮踢伤另外一个护理师，医方紧急报警处理。警方获报后立即前往处置，依规定受理报案，并完成嫌疑人询问笔录。全案依违反医疗法，函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另外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进前有一个护理师在救病人时阵，病人雄情绪失控，一脚踢向护理师，互护理师正面的喙皮受伤。病院甲真侪护理团体拢发声明，共同谴责这医疗暴力，也烦恼安尼家当护理人员出走条，呼吁政府赶紧修改医疗法，提悬医疗暴力行为人的罚款甲刑责，才有效阻止医疗暴力的行为。对于这样的一个医疗暴力行为的人呢，只有罚3到5万这样的一个费用呢，其实是很低的。我们希望应该是加重费用罚则。护理师他会不愿意留在这个职场，当然除了薪资还有工作负荷这些条件以外，有没有被尊重，也是一个护理师愿不愿意继续再留在这个职场很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，今年2025年之季，全台65岁以下有护理师执照人数有30万点9万多人，不过职业人数是19.3万多人，员工是差不多有1/3，超过11万人有护理师执照，却无做相关的工作。护理团体建议，为了提高护理人员的薪水，也应该确保职业环境的安全。医疗暴力零容忍，若无，那护理人力崩盘，受害是全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